23日是土耳其国家主权和儿童节。这一天，约100名维吾尔人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萨拉齐哈纳公园，为被中国同化的维吾尔儿童发声。数百万名父母被关押在东突厥散集中营的维吾尔儿童，成为中国政府的同化目标。他们被关押在所谓幼儿园名下的儿童集中营，失去民族文化和语言。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星期三会晤了被中国当局关押的维吾尔族医生古利谢·阿瓦斯的家人，并谴责中共当局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暴行。古利谢的妹妹卢西亚·阿瓦斯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权益组织维吾尔运动的执行主任。美国将继续为他的人身安全和获释而努力，并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暴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3日在与太平洋岛国图瓦卢总理纳塔诺乌会晤后称，日本正密切关注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举动。报道称，在与图瓦卢总理纳塔诺乌会晤后，岸田文雄当天在日本西南部熊本县对记者表示，我们就最近有关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发展交换了意见。报道还称，双方同意以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为目标。根据土耳其商务部的数据，与2021年同月相比，2022年3月，土耳其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水泥和玻璃气泥出口量增加了4倍。据该部称，2022年1月至2022年3月，土耳其向乌兹别克斯坦出口了价值345.4万美元的水泥和玻璃气泥，比2021年同期增长27%。中国计划投资186亿美元，将国内核反应堆数量从53座增加到59座。到2021年底，中国将拥有53座核反应堆，总容量为54.6吉瓦，总发电量为5.02%。这一比例在欧盟为27%，在美国为19%。欧盟机构已就一项法律达成一致，该法律将使 Facebook、YouTube 和推特等数字平台的内容对用户而言更加安全。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宣布，他们已就数字服务法达成协议。